Waylon，我有收到你的续约影片，你表现得非常好，所以送你喜欢的礼物。你有没有好好吃饭，好好收玩具？回家有没有马上上厕所跟洗手？做错事有没有最快的速度对不起呢？我看到你都很棒，我要继续保持。你是勇敢又有自信的哥哥。我有看到你都会照顾弟弟，不可以欺负弟弟，用沟通的，要跟弟弟当好朋友，好吗？要每天开心哦。我最喜欢看你笑了，大家都很爱你，你是最棒的小孩，你是美好的，又爱又善良，充满自信与勇气的，要保护你的弟弟哦。接下来看你有没有好好表现，如果表现很棒的话，下次圣诞节再送你礼物。每天都是美好的一天。